今天非常满心的欢喜来到进入您的家也无说的大事一点，就是这个时候在进入你的家，就是把也无说的祝福赐给你，就是你在那就是也无说的把要满的，就是在听中这个上帝的教导，那么就好像祷告，就是把这个时候。交给在那个至高的上帝，就是我们不能看见的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他，那我们就先把荣耀归给他们吧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父爷爷吧，非常感谢你。我在问你们好，我是的大师进入你的家。我们今天的教导的就是第30课的教导。今天的话题目就是那个题目都是没写在上面的，应该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话题写在那个屏幕上面，就是那些宗教的，就是说寄给那个上帝的名字都是假的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只要跟随这个教导，你这个就是有没有想通了吧？就是有个犯罪的人在给你宣布这个名字，他所寄给这个名字怎么是真的？我们用什么的办法呢？说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因为他是个犯罪，我们在家的时候都可以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吧？因为上帝经记着说我不定犯罪的祷告，那为什么这个祷告有道有合理？我们要阅读也念下上的道，就是说因为这一切的就是那个犯罪所传给你这个名字都是假的，因为他们说必须要犯罪，尤其是就是那个耶稣基萨斯都是假上帝耶稣都是等等，我都给你们已经教育过，连那个耶稣这一切都是假名字。还有有一个名词亚乌说，就是他们想把这个靠近的亚乌说因为这都是假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那个犯罪者要给你们传告这个名字。那我们来念下这个法律，就是说哪里有上帝有听罪人的祷告，你是犯罪，他就是那你怎么确认说我说这个上帝是真的？那就是为了这个，就是威胁人，就是说上帝不管这个，我们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常为主就可以了。我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法律记着说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字，必须要求告他的名字，这个就对我们来说他的名字是非常重要。所以那些宗教领袖的，就是在这个地球上，他们所求告的都是没有一个都真的，因为他们都是犯罪者。那就是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，因为他们就是犯罪。我们来阅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2节。没有上帝听的犯罪的祷告，这个就是你们浪费时间，你们宁可去别的地方，也不去教堂，因为你们所求告的上帝都是假的，都是拜偶像的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，耳朵并非发生不能听见的。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，就是你要犯罪，那上帝就不听你们的祷告，就你是犯罪，就跟上帝隔绝，他不听你们的祷告。那你说敬拜的上帝到底是谁？因为
你要看，你要认真看一下，就是你们的罪跟上帝隔绝，他就不听你们的祷告，他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，他跟你要隔绝，他不听你，那你怎么说是他要跟着他？你怎么认识他的名字？却你都明明都能看见了，你跟他有隔绝，他要把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，那你怎么说我认识这位上帝呀？所以他要离开你，他要跟你有隔绝，他要掩面不听你的祷告。这是那就是他们说是认识上帝都是说谎话的。就是我给你们说，他们所教告的都是假的，因为上帝都已经不听他们的祷告。为了这个，就是要我说的大师西家就说，劝你别再去教堂吧。如果你想有得罪的话，别再去那里。如果你要想下地的话，就是你就一直走下去啊。因为你想要下地的话，西家给你已经劝过，已经给你教过，已经把这个那个能拯救你这个教都已经传给你，劝你不听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我就是劝你要转过来吧。你可以转过来，在那个转照着，这个是第一。约翰福音就是说，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。约翰福音第9章31节，为了把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耶和华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这个就是非常清楚啊！就是这位上帝就不听罪人的祷告，所以他都要不理你。你怎么认识他的名字？你怎么说是认识他？这个跟那个会说希伯来法语音律没关系啊。音律法律记着说，上帝不听的罪人的祷告。这个跟会说各种的语言是没关系，没什么关系的。只有法律记着说，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，因为掩面不听的祷告，你怎么认识他呢？并且这个他的名字你们都已经把它改成了，那你怎么认识他？那我们就说把这个情况给你们看了，就是没有上帝听罪人的祷告。第三件事就是魔鬼犯罪，就是从魔鬼来的，那就是那有我们上帝有听魔鬼的祷告。犯罪都是就是魔鬼，哪里有魔鬼有权利能传告上帝的道？他就是那个上帝的敌人的。他也说过了，你们要抵挡魔鬼。哪里有上帝说要把他的自己的话转给那个魔鬼那里来对他说话的？你们要想通，因为我要想把你们的转过来到真正的上帝那里。那就是我们来阅读，这就是犯罪，就是从魔鬼那里出来。哪里有犯罪的，能宣布、能颁布真正的上帝的名字。有些人是在拜偶像，有些人是做那个做巫术的，差点100%，100%都去拜偶像。其实我说的大事西家在你们这个全球上说与耶和华所传告给你们的，与他同在就不犯罪。你都看到那个上帝所做的善事。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，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阅读啊，这个应该是第三件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。
你都看到，就是那些犯罪的人都是从魔鬼来的。那他怎么给你传这个真正的名字？因为他是来自魔鬼那里，那所赐给你的都是从魔鬼那里。你要想懂了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就是危险的，因为这都是他所赐给你这个名字，都是从魔鬼那里。那因为你没有除掉你的罪，那些家就是说与耶和华同在，都除掉他的罪恶，这就是真正的上帝耶和华的大手给你与耶和华同在是非常特殊的。你要知道是与西家同在，你就能知道耶和华，因为只有西家能传给你耶和华。但是你们没有看见他，但是看见他所做的工作，就是那个除掉罪。第四件事就是上经记载说，不要把生物给丢给搞，这就是上经说的。那为什么就是说不要把那个生物给搞？这个搞到底是谁？我们先读下这个念下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一起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，不要把生物给搞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大见他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那就是不要把生物给搞，就是你不要把生物的东西要给搞，因为这个父亲的这个名字，就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一个生物，因为能够除掉人的罪，就是没有能除掉这个罪，能除掉人的罪，这个就是生物那就是那个名字的圣洁，能够叫人让人的解脱他的罪，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。那上经就是记载说，不要把生物给搞，那就是说魔鬼犯罪就是从魔鬼出来的。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说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应该是在那个雅各20，我们要看下在那个，就是说你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了。雅各书第4章第7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就上帝就是说，那些犯罪者人都是来自魔鬼，那就是上帝就说劝我们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那就是这个上帝要叫他们叫魔鬼赶出去的话，那怎么上帝不把魔鬼要灭绝了？那么上帝怎么要通过那个犯罪的人就传达的道，却那个人就是自己说是个犯罪，却上帝都说你们要把魔鬼赶出去，要抵挡魔鬼，那就是那何况上帝吧？如果上帝是愿意跟魔鬼合作的话，他就在天上天的不会把魔鬼赶出去因为他把魔鬼赶出去，就表示上帝就不会跟魔鬼一起合作。那这些人就是说要自己说人世上的名字，他们说上帝都是因为上为帝嘛。因为他们都是从魔鬼那里出来的，跟魔鬼一起合作，那他们怎么说是认识上帝？你们不要被骗了，我在劝勉你的，没有被解决的办法。你们或者是跟随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，但是你们的路我不知道，因为去下对的路是非常宽的。
我跟你们讲，不要再上教堂，我在呼叫那些宗教领袖要修改你们的路，不要宰别人的，你们赶快要拯救你们的吧，因为你们真的会死掉了，你们会到下地狱了，你们要进来吧。不管在外国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在法国，在英国，在印度啊，在巴西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在阿根廷的，你要最好要来到耶稣说这边，你要去那个国家干。你要去要教堂，要上教堂干嘛？因为上帝就说没有把生物给个犯罪呀，这个就是表证明没有一个人都能除掉你们的罪，上帝就不听你们的祷告。我说的就是上帝啊，不是那个宗教领袖的，真正的上帝就是这个上进的支柱，不听你们的祷告。那些宗教领袖的所教给你们都是假的，那我就教你们要回来吧。因为这个权利是在哪里？我不是把人类跟权利相比啊。因为我不会因为系列的目的是要成就人类，但是上帝就说这个情况了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们都是在那个城外，在那个城市的外面的，在上帝的商量室的外面，不会跟上帝住在一起，这个就是说权力在外面的。因为要说的大事能够要除掉人的罪，能叫人的回到转过来的上帝那里，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上帝的家属啊。如果他是来自你们这里啊，他也所做的都是跟你们犯罪一样，但是要说的他是来的时候，他就要教人的要除掉他们的罪，因为法律记着说，我都要请你们要念下这个法律在记述录，应该是在第10，如果我们没记错的啊，第22章第15节。城外有哪些权利？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、比你切喜好的、说谎的、编造虚谎的啊，就是上帝就说把他们像那个权利一样的，就是那些杀人的、做拜偶像的，那就是那个权利，就是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，就是一个犯罪的人。根据这个上帝他们都是在城外，上帝把他们跟权利一样的。我再说一遍的，这个是圣经记着说，不是我说的，你们可以阅读一下，可以念一下启示录第22章第15节，这个圣经说的不是要我说的大事细节去。但是我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，那我必须把它阅读啊。如果你不想要当这个权利的话，那就是要回到真正的上帝。你们都可以转过来，那反过来到耶和华这边，你们就不再犯罪。因为这个话真的不好听的，我也知道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圣经的支柱是这样说的。我们也不能，我也不能反对，你也不能反对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。只要你用这个上帝的话，就是在你的圣经上面的，不是我自己说的。这边说的就是在那个城外，在那个上帝的城外，不可以跟的真正的人一样，因为上帝说他们是个村里，在这个上帝的城外，这个不可以废去啊，就是那个杀人那个拜偶像的那个说谎的话，
那个写书的都是上帝都是要说他们都是个权利，你不要当权利的话，你就赶快离开吧，因为这个经文是非常不好听的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父亲真正的上帝的教导，我必须不得不读不念的。你要相同的话，要早就离开那里。如果你没有相同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对你要说什么。只有上教他要敬拜。为了这个，我就说在上帝的王国的城外，不可以把这个教导传给他们。要说的大师有权利要传告这个教导的话，就是有些人跟着的跟随他就除掉罪，他就不向你们犯罪。因为与他同在都，如果他跟你们一样都是要犯罪，却与他同在就是跟随耶和华。只要跟随他，都是要除掉他们的罪，在你们能力与你们有跟随，你们都是要继续犯罪。这个就证明你们是属这个世界。只有耶和华的大师说，与他跟随他就不再犯罪，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全地球上，就是耶和华的大师。与跟着他，就是要给你们要传到真正的上帝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就是耶和华他的父亲，就是亚耶法，他是真正的上帝。只要那些就是那个犯罪的所弃教你们的都是假的，你们所拜的都是假上帝啊。那这个就是证明没有一个人能除掉你们的罪。说的说实在呀，那我们来念下那个上帝这个上帝的道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权利是谁？就是那个城外，不要把生物给搞，因这边那个生物。上经记着说，不要把生物给搞，就说不要把这个生物给那个犯罪，就在那个城外，那个犯罪者就没有权利要传这个上的教导。那如果他要传道的话，就是要骗人的，就是要教人的，要下地都要丢到下地那里。他所传的假上帝都是你们所传道都是假的，耶和华亚威都是假上帝，或者说你们是要传这个耶和华都是来自犯罪的。有些是有说是耶稣是Jesus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犯罪那里出来，都是假的。能证明与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犯罪，就是那些教告那个耶稣都是要假的，没有上帝要同在你们，因为他记着说不要把生物给搞。那上帝就回答说，我没有把我的生物给你们了。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，就是那些放传这些假名字，就是犯罪，都是从魔鬼出来，因为他们就随便起这个名字给魔鬼。因为上帝不定犯罪的祷告，他也说过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因为那个犯罪都是从魔鬼那里，你们应该要抵挡他。智慧，这就是个智慧。西家就劝你别再去那个犯罪那里，你们的宗教领袖没有权利能解脱你们的罪，证明你也是犯罪，像他一样的，你们都是个犯罪，怎么能除掉你们的罪？你们应当的。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所差来的大使已经来这里。那耶和华的大使就是能除掉人的罪，这个就表示他不是来这个世界。如果他是来这个地上的话，他所做的都是跟你们一样，已经2000年多了。
都是没有一个人能除掉罪。那这个时候你们在听到这个除掉罪的祷告，你到这个时候可能以这种是有可能吗？因为要我说的大神西天，我教你们要除掉你们的罪，这个就是说我不要再犯罪。假如说要我说的大是要犯罪的话，那跟随我的人都不会要解脱他们的罪，因为就是那个真理经到你们这里，就是要我说荣耀归永远的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要我说，你应该要转过来，要我说西家就呼叫所有的人要过来吧。因为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好，那些家就是呼叫你们要跟随亚乌说，因为亚乌说是非常好，你们要除掉这个罪，这个对你不是好吗？因为正常的人，只有这个人类，真正的人类都说这个除掉这个就是非常好。我们非常渴望的能到这一步，这个不需要再渴望的，你要过来，你就能接受这个上世这个粮食的，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没有人能反对。现在要呼叫你的灵魂的，要给你的灵魂的，要下命令的，你要听这个教导。因为要我说，就是为了你而死，为了拯救你的灵魂，不要把这个拯救要留到地上，因为这个就是爱。为了拯救你，因为都通过上进的，要说是要有人就能除掉罪，你就是看到上帝的家属，你所看见就是上帝的家属，因为在上帝的城外，都是在跟随他，不会把那个真正的上帝的道转给他们，因为实际上能够要除掉人的罪，跟随他的人都不再犯罪，他就是表示他在上帝的家里，在上帝的家属，这个就说他不属于你们这里，这个情况是非常清楚。假如说西家就是要我说的大事，就是你所看见的，如果是给你们犯罪，跟随他的人都是要犯罪，你们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们都能接受这个善良的。亚乌说也是这样说的，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，就是应该要信我所做的好事。那就是给你们说过，你们如果不信仰我的话，你们就是去关注那些人的，已经除掉他们的罪。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几千人的，这个已经传扬到这个全世界。我住在马达加斯加，在最大的国家，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受到了这个拯救，你还有反对吗？因为这个除掉你们的罪有存在，就说要魔鬼已经被打败了，那就是要被打败。魔鬼就是叫人不犯罪，不是做那个生气的。你有想知道那个权柄权力在的话，就是那个所有的权柄的，因为都是父亲耶和华就是要通过权力要创造这个天地，那就是要打败魔鬼，就是要叫人不再犯罪。因为这个魔鬼办不到这件事情，魔鬼没有知道你们到不犯罪那里，因为这罪恶就是他的任务，魔鬼必须要叫你犯罪，那就是从你的，那这个就说你的口中说必须要犯罪，因为你跟着多魔鬼，却在你的心里都知道这种情况有些不对，那就是你所看见就是那个真理的。那话就是到这里，要说祝福你们，
至高的上帝要祝福你们，要说祝福你们。那我就希望你们要继续下一课教导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父亲耶和华，非常感谢你的，多亏你这个祷告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要拯救所有的人，要呼叫你所摘来的，就是你的儿子，你要说的弟弟，亲弟弟，我现在不断的呼叫那些灵魂放地道，要去那个天上天那里，你们要认真听这个，因为这就是你们的呼叫，你们赶过来进来吧，不会再拖时间了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要说我请你，要求你，现在要求你要随时打发的生灵的，为了叫他们要转过来在您身边那里，要说要通过这个教导这个话语，因为这个教导就是您的，不说你差我来的，我只是做你的工作，因为你差我来的，尽能把有这个教导，不会再被废掉了。难过他们能听到，让他们能转过来。荣耀归你父亲耶和华，荣耀归你呀！我说，请您拯救他们，我要向你要求，他们不会再被迷惑了。因为凡渴望要去你那里，请给他们一个权柄，能逃跑到这个神的王国。我奉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祷告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要我说祝福你们的今天的教导就是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课再见。